哟，小鱼这皮肤越来越嫩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动手动脚的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告诉公主了！你放开我！你干嘛呀你？你能奈我何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干嘛呀你！全妖啊！全妖！全妖！有全妖啊！有全妖啊！有全妖！全妖！全妖！于小宝，于小宝！小蘑菇，大家分别搜查房间，这次一定不能让全妖给跑了。你跟我过来，快，快躲进去！嘘，千万别出声。快点！谁呀？锦衣卫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正在追捕犬妖，怀疑犬妖就藏在这里，要对这里进行搜查。哎，我看你们是以公谋私，搜查犬妖是假的，硬闯闺房才是真的。随你怎么说，这房子我搜定了。你干嘛？放肆！皇后，你们谁活得不耐烦了？敢在这儿放肆，还不给我滚！是。走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乐嫔呢？云儿带您过去。公主，嫔儿，母后，你来啦！你在画作画什么呢？给母后看看。女儿只是随便画画，你就不让母后见笑了？云儿，给我。母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做什么？你可是公主，那个臭道士是不可能的。这有什么不可能？我就是喜欢他。我不准。云儿，是。公主要是再去见天玉童，立马向我汇报。是，皇后娘娘。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他们找的那个犬妖，他们要抓的那个犬妖特别恐怖，听说杀了好多人。你受伤了。你跟我过来吧。坐吧。来。我之前给我喜欢的人求了一条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红绳，
他人可好了啊。这味道像蘑菇。你就是小蘑菇，小蘑菇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是说让我去找天目道长？天目童，难道你真的逃不过这场劫数吗？徒儿最近打坐修道都心烦气躁的，不知是何缘故。为师倒要问你，如果修行不成，你会如何呀？命愿一死。如果此时能够回到身上，那该多好！天目道长，你没事儿吧？啊，玉儿，我无碍。天目道长，求你救救小蘑菇！小蘑菇它怎么了？小蘑菇它被变成犬妖了。天目道长，求求你快点把它变回来吧！可惜我现在法力全失，我也想救小蘑菇，只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现在只有你能救小蘑菇了，天目道长。你先起来吧。那这么说，你答应救小蘑菇了？犬妖现在不听我的控制，一定是天目童从中做了手脚。天目童现在有伤在身，重度昏迷，这件事应该不是他。行了，你也别在这里狡辩了。我现在命令你去把犬妖给我捉回来，我要重铸妖魂。明白。小蘑菇。云儿，公主，快藏起来！快！云儿，我都到了云儿这里，你们还跟着干嘛？真是烦死了！
我到哪他就跟到哪。哼，母后就是不让我走出寝宫半步。那公主这2天您就先别出门了吧？那不行，我还要去见天目道长呢。云儿，不如你借我一件衣服，我打扮成宫女的样子跑出去怎么样？对。哎，公主，您穿我的衣服不好看，不好看的话，天目童就不喜欢您了。我还公主，好不好看？只要能公主就行。真的不行，要不云儿再给你想一个办法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行，比这个好呢。没事儿。哎，公主，别挠我。公主，小蘑菇。公主别叫，公主是小蘑菇。小蘑菇。小蘑菇！哎，等等！公主。求了一条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红绳，他人可好了。大胆，保护公主！把犬妖给我杀了！住手！听我说，冷静点。天目童，你大胆！你想袒护犬妖吗？犬妖一案本由我负责，一切我自有打算。来人呐，把天目童和犬妖都给我杀了！母后，不要！慢着，皇后，太后有令，天目童不能杀。你快走吧，快走，走啊！天目童，你袒护犬妖，我看你到太后那儿怎么交代！天目童犯了错，自等太后发落。太后，犬妖大闹公主寝宫，原本已被制服。天目童私自放走犬妖，这事儿还请您定夺。犬妖危害后宫，屡伤人命，理应处死。天目童私自放走犬妖，罪不可恕。六王说的是，如若不对天目童施以重罚，这后宫规矩则无所立呀。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望太后秉公办理。天目童，此事当真？回禀太后，皇后所言属实，总得有原因吧？并无原因。太后，太后，于大人求见。传。微臣参见太后。不知于大人为何事而来？为天目童私放犬妖一事而来。呵，于大人消息倒真是灵通啊，对后宫之事了如指掌。禀太后，天目童向来思维敏捷，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行为。臣以为他这次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引出操纵犬妖的幕后黑手。要想抓到幕后黑手，理应抓住犬妖，秉公办理。然而天目童多次未能抓到犬妖，于大人岂能靠他抓到幕后黑手？六王这么说有失公道，
天目同屡建奇功，也曾救太后于危难之时。臣以为此次的犬妖案，非得是天目同才能破。若此时处置天目同，恐怕正中了那个幕后黑手的心思，请太后明察。于大人，处置天目同乃后宫之事，于大人是朝廷命官，干涉后宫之事，恐怕不太妥吧？臣并非是有意干涉后宫之事，只是圣上出征之后，这后宫之中妖魔鬼怪趁机作乱，若此恶缘不除，则后宫永无宁日，而能担当此重任的也只有天目同。于大人，你的意思是怀疑太后管理后宫的能力，只有天目同才能破此案了？臣并无此意。行了，都别争了，你们容哀家想想。放走犬妖，只是我的一己之私。既然天目同犯了错，理应受以极刑。天目同，于大人，我知道我让你很失望，小道也确实遗憾。受了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，清虚道人怎么收了你这么个没有责任心的徒弟？唉，微臣告退。哼。既是如此，哀家也不能不顾宫中大局。天目同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好，天目同私放犬妖，犯下重罪，但在我朝以道法为尊，不能杀道人，就罚你面壁致死。太后，请三思啊！太后，即可执行。